認識鄭國學醫生，按做咧對三者方面來認識佢。佢係個醫生，佢咪係個社運人士，佢咪係個詩人。嘅按你認識鄭國學醫生嘅世界，包含佢醫生嘅身份，包含佢所參加過幾多嘅社運活動嘅一種經歷。大家認識嘅一首詩係很重要嘅一個前一點。嘅按先來認識做醫生嘅鄭國學。鄭國學係1946年出世，係屏東縣佳冬下綠金莊嘅人。喺1958年嘅時節，佢對佳冬國小畢業，考到省立屏東中學南主嘅分部。1961年就入去高雄中學，1965年就考到高雄醫學院嘅醫學內。喺醫學內畢業過後，入去台北陽明總醫院擔任胸腔科嘅住院醫生。過咗3年，喺1976年任職台灣省立高雄醫院，就係後來嘅高雄市立民生醫院。喺1987年轉任到信義基督教醫院，後來擔任副院長嘅職務。呢個同時，其實每月嘅鄭國學診所，本地地方嘅高雄市民有更加全、更加好嘅醫療服務，一直到以下都很有專業。好，按照對醫生嘅角度來認識鄭國學一位詩人。主要係因為做一個醫生，其實對生命具有很多嘅體驗。看到鄭國學嘅詩，評論鄭國學詩嘅一條評論家，其實都會對鄭國學係一位醫生嘅角度來切入，就包含像黃樹琴，佢就所寫過詩人嘅解剖圖，按樣嘅評論來講佢當時嘅事實，開朝嘅指點日本事實。做一個醫生，對家診所制度有一個變異，很多見愛生命，也咪係。可以理解鄭國學嘅詩，該重要嘅一個起點同起點，因為對生命嘅一個認識同佢嘅珍視、喜愛、熱愛，就變成佢對一個事實度輕重要嘅精神展現。